之前有一次阿婆出国去就是批货，他没有带我去。甲共同来乡啊，个行李箱一下来吼，伊做一下就阿妈，个高路眼光都讲，以后请问你们是在拍什么戏啊？朋友还会教的啊，就讲来去哪边来桃园哪边啊，还是会好啊落去啊，无人来妈妈爸爸讲。趁他上班冇在包袱款定，这位多年，就到6年6年啦，6年，过长的时间总毕业只有得6年。情茫茫茫到千起，起来一切是过去。没想到这首歌可以有这么大的升华。你刚刚一唱的时候，我真的起鸡皮疙瘩，真的哦，因为里面好冷。我也觉得好冷。老热到你台，老热叫下来。乡亲朋友大家好，我阿冯姑哈。来，今天大家好。哎呀，今本日係1年1度青葱幼儿日咧，天公日啦，係啊。哎，聽呢就禮拜日。1年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年，重要係啊。對呀，迪亞哈，在這個節目呢，我要跟我媽媽羅媽媽，羅媽媽，啊，跟你深深一鞠躬。哎。祝你母親節快樂！哎，羅媽媽應該每天夢純應該每天都很開心吧？非常開心，對，有歡喜就好了。媽媽的健康就是我們小孩子的福報。真的真的。黑馬，哎呀，所以祝媽媽身體健康啦哈！啊，也祝福全天下的媽媽們，大家母親節快樂哈！阿妹姐特別歡喜，我每一年都健健康康，當歡喜啊！嘿呐，身體健好好啊！哎，你節目當然都會阿妹姐嘅時節都會有請到青島嘅特別來賓，會分享佢哋同阿妹之間嘅故事啊，還有創故事，嘿啊，沒有存在創國不塔卡糖啦，冇錯，嘿啊，好哦，來分享 TV 係林怡健泰國帶來好聽嘅歌曲。來，聽我啦。是
以前太过好啊，叫无看到。哎呦，精神也好。大鹏母亲节当做的有奖来啊，你节目迄咩，一唱到后堂的歌曲啊，阿妹唱的咩？哎呀，真的师傅会唱啦。哎呀，阿妹就有福气。我唱到有当有米头，当有米丝啊。妈妈好糖唔唱歌。佢當口糖係唱歌啊！媽媽本身應該咩當口唱歌嘅吧？因為爸爸譬如，我媽媽唔曉唱歌，唔曉唱歌，當位自教人唱歌啊！哦，當兩年唱就錯咧，係日頭都冇唱好啦，幾多啲啊？但是佢自己唔會唱，佢堂家老公，因為老公唱會唱嘅，佢可能養出嚟，冇聽錯唱得別嘅阿爸很好，有人啊，可能佢唔敢唱啊，所以你是堂哥媽媽唱歌，唔是堂哥，唔是，哎呦。當貼片呢？真嘅哦。唔過佢乜嘢要彈得出來？佢彈出咯，你像嗌爸頭班嗌爸唱，嗌咗嚟到冇做好，我嚟講。佢哎，家裡邊冇做好啊，樣，佢係乜啲啊？佢聽錯當會唱。誒，講真咧，當到嘅資中人哦，你話唱片資中人，佢本身冇一定會唱歌嘅，但是佢對嘅音啊嘅呢。很敏感，很敏感。懂鼻到那邊錯唔錯？誒，咁奇怪呢？楊媽媽應該是屬於嗰種嘅。唔過佢咩唔是堂哥啊？唔是堂哥，唔是堂哥。所以媽媽啲人心目中都係很樣板嘅一個媽媽。係媽媽哦，其實真堅強嘅一隻婦人家。堅強，佢哦，頭擺嗌爸全部冇得話呢。係全個杯表演，賺錢，賺錢啊！嗰陣時係無山嗰個表演，你講出去拖河咯嘛？咩啊？佢專門落喺潛山地位去做戲啦，賺到錢賺來。阿嗌媽媽所以負責嗌呀，一架梯車要七十強啲之外，哇，70哦，當當呢？佢喺負責嘅嗌到嗰陣時要冇田要查人，查人啊，差唔多30甲喎。30甲啊！30甲啦！30甲咧，多呢？貴灣平呢？係啊，貴灣平呢？佢茶人一年嗬要差唔多3季到4季啊！哇！每年都懂門下。呀，嘅茶人限彩冇？冇彩咧，幾想買冇彩咧嚇？買睇嚟，本睇嚟啦，本睇嚟。咩？嗰當時嘅因為民國差唔多40年嘅茶入係當哦，嗰樣子當好，當天嘅，當天嗰時，結果是保妹是因為很愛上啊，可能就因為愛到有一搏啊嗬，個煎茶油啊，煎茶嚟賣，結果煎個茶骨一拿去賣，唔理係咩嘢原因係唔得啦。茶骨真好食啦。係啊，嗰陣時茶骨慢慢好咯，保妹用到個茶入是。莫洛提哦，後來莫洛提，莫洛提，你講種，哪大種？是嗌嘅綠寮行嘅羅湖嘅順道。綠寮行嗰啲。永年係新竹嘅片啊。有我茶天法咯，條擺一旦成種茶，幫佢茶磨了後讓種乾喎。哦。
感冒录了下，感冒录艺术量，我开你感就当出名。哦，是全部妈妈的一个整理这些种。是妈妈中国干哟，嘿，全部个整理啊，还个肉啊、鸡啦，哎，中吹的啊，自家吃的啊。阿伯我的啊，全部都肉哦。全部肉肉。哇，动辛苦呢！爸爸家磨锤嘅花，你就富人家古人都七十全部来的哦。冇啦，哦七十，哦就七幾啦，哦四十四來，34枚。所以頭擺嘅生意咧吼，因為俺也冇辦法趕期嘛，係啊，佢出去喺轉來都像鹽多樣嘅。誒真係，講生意咧哦，這是咩生意挺多嘅啊？頭擺我細細是阿媽嘅用係哦，我雞唔將。cái kế全部無通親做啊！cái kế現場咧，頭細細全部天下爬上爬下，cái kế是咩嘢冇事？哎呦，我沒聽講了。係啊，哎呀，我妹妹同我講過。我養kế事了是啦。係啊，係啊，就吃過那媽咪西啊。奇怪，係啊。我媽將來講要跪在那是懂懂哦。哎呀，你上到好好。係啊，垃圾身、垃圾胎啊！垃圾啦，條板研究係用啊。係啊。你阿細我是冇咁講嘅，不落地。啊，對5秒還可以吃啊！冇啦，分太幾個。溫室裡面的花朵啊，有冇？係啊。死推冇用用的啦，現在大家也比較富裕一點嘛，係冇。嗰樣時，你像媽媽阿磨汗，迄個時講生意，迄薄片嘅有會磨嘅，這個樣板啊。喊他磨汗呢？細細嘅時候，係身體就當唔好。cái vô thằng啊，你只暗講送愛哈，就反動愛，人就不舒服，是不平樣。咋都唔難喲。啊，就擺下嚴重啊，是冷多啊。像嘢像你阿人講嘅支氣管炎啊，同埋QQ棍啊，QQ棍結果當嚴重，結果挨媽一唔會檢查，我去看醫生是沒足動所關係啊。哎呦兩片都按壓啦。結果我媽客關係關係是行山路。強林應該去作動較強吧？喺強林係變背是關係啊。哦，行山路哦。係山路變過去是。變過所以比關係較強。是關係。哦 ，OK。我媽是去關係，跟住8年捱啊，8年去看先生啊。跟住爸爸用我無通到上咗啊，迄個咩無通到上。我媽咧記下看。可能要頭皮毛。哎呦！哦，你衰退嚟係嘛？個速啊，嗰個人衰退啦。哦，衰退嚟。一故事喺媽媽同講嘅。喺媽媽同我講，因為家很細啦，所以講也是係當他生氣嘅影響啊，他有記憶嘅啦。哦，你真係係呢。哦，真係。懂感通呢。辛苦，特別媽媽心。當辛苦呢，我看伊個片，我要摩擦，行路醫，跟交通條醫2點鐘咧，咩強練咧，真正咧。所以台灣人真係哦，我跟你講，講生意嘅時節啦，歡迎個講生意嘅時節，講嘅歌，哦，就麻油香有冇？講唔過就乾脆棒係個。四地表。啊，四地表啊，講嘅歌就麻油香啦，講唔過就四地表啦。真係。講歌是聽嘅雞酒香啊。係啦，雞酒香。係唔係語言講啊？用鼓手百善孝為先。百善孝為先，真的媽媽真的很辛苦，很偉大。啊，後來唐講來比賽時間咩係媽媽好唐衝過嘛？吼。媽媽嗰當時誒，因為佢一旦佢。加挨把了，向挨把是慢慢是有去創山歌，佢當好唐山歌，然後當好看戲，該戲哦，那個做戲去當好去看，所以該做戲出啦，底部嘅內容啊，佢全部底。哎呦，戲場哦，真係啊！哦，媽媽當然藝術嘅天分呢。係哦，點解去指頭人講？誒，唔加嘅錯唔錯了？係，唔加嘅演唔錯啊，雙臂唔咩人嚟演啊？應該唔會啦。其實我媽媽條路非常好，佢嘅建議啊非常好。我來紐約大擂台參加比賽了，我媽就當好彈藝唱歌。看比賽啊！叫我片名我都阿文，叫阿文。你潤現在做起哦，是想冇幾多。上較個煙燻上啦，係啦，別來一點。但是個個韻味真的是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媽媽係你鼓勵唔來啊參加比賽。當然，佢嗰種是鼓勵來，報每參藝師下，佢是個藝媽撥片嘅時陣，加嘟嘟藝當啲鬧嘅打比賽啊，所以佢嗰種是出人，本來
再做来照顾，结果俺妹是人係成土去啦，土台南去，人係照顧啊。如果嗌講，嗌人阿媽講，嗌講以後以後嗌撈啲大擂台比踢係都接唔咗來。結果比踢了後就話嗌媽講，嗌妹重要，係到客人。哎呦，哦真的，所以娘妹的團結接起啊。係，嗌妹人係接起，夾孫係夾孫人係接起照顧嘅。所以娘妹孫重要好呢。係啊。阿婆呢？係啊。正經佢嗰種是不漂亮嘅人嗬，佢愛從愛越南愛而家種係呢。係大強下嘛？係啊，嚟大強下嚟水強下。啊，娘西郎也冇講法冇乜噶。哎呦，一萬好。好命。係啊。係阿婆吐胎嘅嘛？哦，難怪親有感情。所以就阿婆像媽媽強用嗰種感覺。係啊，但是你講誒。陣家婆接下去，啊，佢老公也冇講法，啊，強下人嚟照顧，都難得咧，有福報，有福報，有福報。正經伊照顧佢啦，照顧係媽按辛苦。是咧，係啊，當感情，誒，嗰陣時係嘟嗌我鬧嘢比賽唔嚟唔好啊，所以冇時間照顧佢啊。唔講阿媽要好好照顧咩好啊？係啊，佢照顧係媽，從嘢看護嗌人照顧樣嘅。要按後面啊，要按那個。真的呢，久病床前無孝子。真的，跟那後面。真是有後。係啊，有福報。對呀。阿田講伊阿梅姐。對呀。係啊，然後有冇喺發上去同媽媽講？兩係媽媽哋冇錯啦，冇錯咧。也大幫也母親節咧節目，鬧嘢大擂台，我嚟唱歌，我希望我媽媽做得彈多。一定彈，一定彈。啊，我兩啲田上。老夫做啲小行，甚至好好去做嘢小閒路，嗌到行起位照顧好自家。對，也希望佢啲田當咁樣照顧到人規劃家人。希望佢安樣。本來規劃家人，順順時時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係先好。真係哇，多謝。有福報，有福報，安子謝，多謝哈。係啊，什麼見睇過？安尼創題分享題咧，嚇，下一擺有機會再個邀請來就安尼節目唱歌。好啊，好，安子謝，傳到藝術會到來。隨傳隨到啦，電天吧哦。OK，好，唱錯也可以哈，安子謝。多謝。好，嚟。哇，家啲媽媽真係嚇。係啊，尤其係人嘅孫下用照顧呢，都難得呢。細路咩係大氣嘅。對啊，好來，沙下來啦。沙來陳子怡帶來好聽嘅歌曲。好嚟，彈過嚟。天公觀眾們，愛老爺公大嘴鼓。之前有一次阿婆出國去就是批貨，他沒有帶我去。他剛回國那一天，我去接他的時候，我大哭，然後我直接用衝的。佢差唔多50公尺就看到就唱到我向安言哈，佢共同嚟強下，佢心裡想一下來哈，佢做一下就阿媽，佢估得咧，佢切下伊講，哦，唔係無夢幫佢，佢高路人看到講。以後請問你們是在拍什麼戲啊？太戲劇化嘛，就對了。一條細了一下子，代替舊中嘅火把的條那麼實達達，用手太力拍散的色彩麻木搭對，這朋友強下來以後把高水，你下個馬來強下掉咬嘢，蘇紅那到抹照條心念念路度，一條用慢辣，對愛強用魔法度。天公觀眾們，愛老爺公大嘴鼓，做嘅一記中國成嘅一記跳舞，弘揚從老愛就兩種無卡嘅路，給堂下個做點碰點泡茶，食飽也未喊得做下，無限其他，熱公公聲嘅呀，活到快樂中。
笑哈哈。日頭曬了一下子，代替就像給火把的掉那麼濕答答，用手抬地爬山的色彩麻木答對，這有朋友強下來以後把口水，硬下個馬來強下掉咬熱，蘇紅那點目睭頭心念念落肚，日頭用笨啦。對愛強又沒法度，天空觀眾愛老夜公打嘴鼓，做嘅嘅從個成嘅嘅跳舞，風音從浪嘅照亮整個卡嘅路，你躺下個做點碰點泡茶，說包呀未喊得做下，無限之差。nghe cùng con xem nghe nhạc một tổ phận khi lót trong xeo ha ha trên con quan trong mơ ngày lâu nghe con ta chơi cũ dù nghe cái trong cô sẽ nghe cái theo vụ bông nhau trong lòng nghe theo lòng chân một khá cái lù cái ta ha có cho đem phong đem pháo trả sẽ bao ya mê han đi cho ha một hành chỉ ta nghe cùng con sẽ nghe nhạc một tổ phận khi lót trong xeo ha h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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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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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啊，係啊，子怡，金德姐，係啊，金田玉立的，佢哋阿做嘅讀嘅表演的呀，他現在讀表演的科系，表藝系，表藝系。你今天的打扮比較這個淑女，素一點，對，比較素。誒，冇像之前的比賽哦，我準備動作，動作啊，我睇白看到佢喺做嘅國標嗰種，啊，後來佢是做佢讀嘅表藝之後咧就。會做那種韓女團那種感覺，對，也係嘛個學校，係嘛學校。黎明技術學院，黎明哦，泰山，對泰山哦。上一次來還是莊敬，對不對？對，畢業已經2年了，倆太好了。哦，你莊敬畢業啊，所以這樣也去再進修。對對對。現在考大學了，念黎明科技大學是吧？哎呦，太棒了！哎呀，恭喜哦，都太好了哦。你阿婆應該就很高興，因為阿婆根本沒有辦法演出。來，阿婆，哎，阿婆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推手，對嗎？兼爸爸又兼媽媽的，兼爸爸又兼媽媽，又阿婆。對。哎，嘿阿婆吼，哎阿婆根本有大班呢，特別講。有，敬總，要當敬總。有，啊要從啊那個天師的頭前的觀眾吼。每個好哈，啊個呀個母親節嘛哈，祝福大家嘅母親節哈，身體健康。因為阿婆哦，從佢細細來參加比賽時，隻阿婆就看到喺。那每一排都有看到阿婆啊，同佢去上啊，去演戲。他每一次都不會缺席，真的沒有一次缺席的，對啊，這個常年無休的。從細就阿婆，從細阿婆安尼皮用多胎。係啊，真的呢。真呀，係啊，你去搞要分享一下，阿婆應用版的阿婆，阿婆嚴格嗎？嚴格是一定要的，因為他，然後他很關心我，就是我們現在人說的控制狂，就是我只要假如說我在睡覺，然後他打電話給我，只要一通沒接2通，然後就開始啪一整排奪命連環 call，然後後來他就會自己生氣。你是有做過什麼壞事？我沒有，我真的沒有，沒有，我是真的太愛睡覺了。然後後來就說我要報人口失蹤了。對，哦，真的哦。對，手機裡面會擔心到這種程度啊。會。佢有咩樣啊？因為佢13年讀書什麼人咩哈？自己帶嚟我自己住在外面。我講佢啊，我笑啊，有危險啊。阿婆係防騙摸嘢下，哦，因為你從小帶佢嘛。對。阿夾爸爸媽媽。係樣辦？哦，做得講冇來往安尼啦。
离婚，然后就没有联络了，就没有来往了。爸爸妈妈都那个哦。对。按从小就黑。你嫁婆呀阿婆。奶奶阿婆。女婆。对，佢喺阿奶嘅妹嘅。阿奶咩冇聯絡了？咩冇聯絡？哦，佢自家迄個佢自家生活就出嚟。對對對。哦。所以唔變就一度說開始代誌。從細。哇！就婆帶母職哎，真的呢。30天過後滿月嘛，滿月就跟着我睡。哦。對。然後是我泡牛奶給他喝那些。真的哦。就是阿嬤帶母職，知道嘅。真的呢。哦，後代有阿婆哎。不然我要流浪街頭了。阿婆阿公們傾向啊，對啊，阿公蠻懂相嘅。支持你做兩條事情，其實冇一聽所有嘅家長哦。我支持哦。公吼，像小學圖書家公專門就去做佢去上課。我家公要親戚去，佢20個那個烏梅梅哈，梅子，個一包150塊。買什麼？每個禮拜都買，一包150。對，那時候150是很大哦。他小時候哦，真的哦，小學1年級的時候。20兩年前哈。對哦，那樣正經有像呢。對哦，那時候很貴哦。真的哦。所以就從細就從動作去甲摸迄個帶。係啊，哇，佢笑到種樣樣誒。笑到種樣樣，然後根本好彩。佢咩一怪呢？對，幾啊怪吼，要認真。對。按有卡成發也過到順。小康之家哎喲，剛剛讀也讀到歸隱，係讀到歸隱就一個地方本來擺條劇，剛剛夾公茶科咩，茶科就屬優秀團劇，優秀優劇團體，都當叫冇做些啊，都人介紹。介紹個一本擺，就都到博物館呢，木雕博物館對吧？哈，剛80幾年的時候哈，剛開業的時候開幕啊，那個遊覽車整天的哦，大一買啊喲，觀光景點就出來。對，觀光景點那個遊覽小姐哈，一到你店門口哈，後面整群都來了。哇！那時候我賣那個按摩器哈。左手右手，你不知道是哪一個人，真的。冇喊都按用，對，麥都變態了。對，這個真的。人潮就是錢潮。真的。對，那時候真的還好，就是逢到那個時機啦。但有辦法休息啊。真有辦法休息。哦，老天讓你有飯吃。你才有辦法這樣子，阿婆這樣子用心培養。哎，有蠻難的呢，因為阿婆做生理，阿有蠻突兀，你就是整天跟在阿婆旁邊這樣。然後下課，然後就會到他的店裡，然後在那邊寫作業，然後等他就是關店，然後再一起回家。哦，就是你整天黏着阿婆就這樣。對，跟困難阿婆就出來哈。沒有阿婆不行。像之前有一次阿婆出國去就是批貨嘛，然後大概我5、6歲的時候，然後那時候。他沒有帶我去，那因為他們機場有那個接機的車子，然後他剛回國那一天，我去接他的時候，我大哭，然後我直接用衝的，衝很快，然後後來路人就說：“你有在拍戲嗎？為什麼這麼戲劇化？”不帶我？不是，那是怎樣？你知道嗎？因為我們有機場接送的車子，對不對？有下車下完了，他也是不是再載一批過去？是不是人潮就多了？其實差唔多50公尺就看到就搶到個樣案件哈，夾共同來搶啊，個行李箱一下來哈，佢做一下就阿媽，他是很阿媽啦哈，有人可以，我估得呢，別接啊英語講，哦，唔係冇幫佢，結果路人看到講，哎呦，請問你們是在拍什麼戲啊？太戲劇化嘛，就對了，非常太抓馬了。對，哦，沒表示跟我們進行感情濃厚了。對，阿婆就是他的依靠，阿公阿婆就是他的依靠。對呀，對呀，還好你真的有阿婆這樣帶大，所以有時候阿婆連環扣。
那个赶快回电。有，我都有立马，我起床我先下到，要不然你自己每天要记得3秒，然后再回电给他。对，自己每天记得报平安或视讯。你是阿婆心头的一块肉，真的重要的肉，真的你不能有什么闪失呢。对啊，不然我会连环扣吗？不过公司私采访我觉得公司小朋友，其实公司采访就是爸爸妈妈的养育，同给阿公阿婆的养育方式，其实冇买共用。对不对？所以小时候的时候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对，在学校里面是状况还 OK。因为以前会写那个父亲节卡片跟母亲节卡片，然后因为我都是写给阿公阿婆，然后我同学看到就会说，哎，你怎么没有爸爸妈妈？然后我就会说，哦，没有啊，我跟我爷爷奶奶一起住，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没有爸爸妈妈，然后就会开始欺负我，被霸凌，对，被霸凌，真的哦。他是怎么霸凌你？就是会故意在我抽屉里面乱塞东西，然后撕我的作业。知道吗？为什么要为了这种原因去欺负小孩子？好奇怪，对啊，很奇怪。现在想想觉得很幼稚，很幼稚，对，很幼稚。给后的七加油，你也算想法上蛮成熟的，而且阿公阿婆像。其实有一个爱的力量支撑的就还好，有的会可能小朋友按用不，但是还好有一个人会跟我一起玩，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认识12年、13年的好闺蜜，就是很照顾你的一个好闺蜜。是有后在同婚吗？对，算从幼稚园开始哇，就认识哦，其实很挺你就对了。对，故说母亲节哈，母亲节人来接到伊，来印象中哈，而且做的饭，嘿，康乃馨，康乃馨，而且做的。拿走来，阿嬷，这个祝你母亲节快乐啊！刚做在小学的时候，到国中的时候就做卡片，母亲节快乐。那现在是红包吗？对，现在是红包，对，现在红包，终于等到收红包的一天了。然后第一次他去打工，领最多钱的时候是1万多嘛，哇哦，那时候打工，对，那是第一份薪水，暑假的时候。领了1万多，他刚好也要过年了嘛，他就包了3600给我。哇，哎呦，3600，懂后呢？哎呀，你好有心哦，很大方啦，他也很大方啦，很大方，对，应该的啦。阿婆从这样的，更有心呐，他知道阿公阿婆对几好。3600是红包哦，然后其他他就是拿来缴学费哦。哦，对。哇，很懂事哎，也减轻你的压力，对不对？他自己还打工赚学费嘛。对，懂乖。对呀，虽然是阿婆，哎呀，但是应该实际上应该就跟妈妈一样。对吗？对，他就是泡奶粉啊，煮饭、吃的，什么洗澡什么都是他来。说到泡奶粉哦，我跟你讲一个笑话哈。泡奶粉这个不要讲，3岁的时候一定要讲，说不要讲的一定要讲。3岁时间哈，我想讲我都做下都煮饭哈。你看我点叔叔的哈，还一生人我点叔叔我像点的出来看来看都做嘛，做坏事，碰灯烘哈，跟牛奶粉哦，都出来。哦，同时安尼摇过来，摇过去，摇了一身了，那就啪啪，我跟你帮我做小烧。哎呦，烧了去多钱呢？烧100个就唔甘嘞。我小时候很皮，我就是到幼稚园，小时候大家去幼稚园不是会哭吗？我是往里面冲，头也不回。啊，真的，好搞我就抽嘞啦。对，还好你给个高年份的，我看到有的生意同个木卡个有嘛，给安尼香炉啊。哦，香炉没有，压一下没看到，真的有那盆烫有没有？就拿盆烫就挖来吃了。小拜我表哥给他生你就按用，你在司马街，他就是拿盆烫东西拿起来就吃。对，还有拿那个挖自己后面。会啊。我想哈，这个长这么大，你应该也十几岁的时候，应该有稍微有叛逆过。对不对？有很叛逆，很叛逆。对。国中的时候啦，国中的时间。这样，趁着今天这个机会，阿婆，你现在也长大了，对吗？你也上来台北读书，也看尽这么多的这个人事物，对吗？有冇个发团阿婆讲呀？对啊，阿婆很辛苦呢，对吗？我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好好照顾我自己，你不用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你，因为呢，你是大路痴。他是
是左右边都分不清楚哦，路痴，然后一条路大概要走10遍他才会记得。哦，对，我跟你讲，然后70岁之后不可以开车。哦，真的，70岁之后不可以开车。这个3亿做一条路。你是才懂危险？不是3亿啦，不是3亿啦，他是去苗栗围公路那边啦，再学个国标舞啦。哦，因为个路吼，伊也没一重的路啊。对对对。我大部分做转右片，要转左片。哦，你分不清楚。对，我跟他说运动危险呢。我跟他说左边，他打右边的方向灯。哦，左右部分。这个东南的人呢，这个祖孙情。嘿，祖孙情啊，只一个心念。唐英英哦，唐英英哦。莫视茶哈。哎，莫视茶，吃巴黎，身体健康。嘿，去要赚钱嘞，去要抬嘞。哎呀，这较放心地位嘛。做认真啦，会啦，认真是这个学业啦哈，对对，而且读完了啦哈，个好个一技之长哦，做好起来啦，对对。啊，其中一个缺点重要了，当好教啦，好教唔读书啦，活泼啦，你还上瘾都黑啦，然后唔读书啊，好教人他跳，哎，对，佢好同时同夹，吼，暑假来去了吼，个碰线啊，用个脚啊，佢学出来。有天分，唔是噻。好啦，知道真的，因为这种翻译啊，有相当两味哈。那边当翻译看到两味啊，真的。反正汉语版，反正有母亲节的这样的节目，唔就做得来爽啊。呀，你自家想我来唱歌，没做得啦。我唱歌就阿辉啊，刚来唱啊。这样来好意思的人来啦。阿婆很健谈的，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没办法跟公安头发，拍摄。还有质疑哈，对啊，你就要好好自己努力认真哦，会的，肯定做好一切事情，别让阿婆担心，对，互相不要担心，好不好？好，谢谢。阿婆有质疑，安子 C， 来，欢迎，这边也可以哈，安子 C，哎呦，好哦。对呀，这个很感人。对，特别是看阿婆啊，从细拄到大，真的要动感动。嘿吼，从几暗细都，让他亭亭玉立。阿婆从今年开始，你去个市场做较生意对不哈？你发奖嘞啦，哈，发奖对不哈？发奖对哈。好来，杀来，杀来，李维伦带来后堂的歌曲哦。唱好了。西风姑娘，花路人天又来到，梦魇土绵绵拍送三条青微空，林天公将人风味等归身后，你答应天天就转甘寒又听错。你的形容含血在心头无损失，不知爱用伴相依，苏醒思念，期望送不你留小暖，千年又万年，上上又几几。梦里写几对心的寂寞难稀，土上风又着乱流，心意相冲，盼望多人生背面让你数酒标，聆天公心。风浪故事无奈空，不要讲我念，是我转撇离三仙道。你的形容含血在心头无损失，不知爱用伴相依，苏醒思念，期望。留小暖，千年又万年，上
双双又记起，梦里写几段新的记，无奈又万年，双双又记起，梦里写几段新的记，无奈钟大生，有感情的各位呢。目前这个安尼特别计划，提摆来上呀。冇唔错，提摆来分享。我讲妈妈的故事，金钱有分享，妈妈有分享过，所以你单亲家庭嘛？单亲家庭，妈妈老爸爸系离婚嘅，按你算单亲家庭，冇唔错。你常常让我觉得你中大怎么毕业的？冇啦，因为中马湾人讲啊，讲我冇唔错，系因为你是吃什么来一点好不好？冇啦，因为我要想一下，系因为吼，爸爸妈妈虽然系离婚，不过妈妈有在家沟，家沟嘅方其实。原则上有个继父 ，OK， 不过唔咩讲相处嘅以后，冇动情就错。你都些时间妈妈离婚？幼稚園離婚，在家有過少2年吧，2年在家，繼父對你好嗎？講不差啦，不差，只係講比種就講花冇按多，花體冇按多，就是講就是有一些冇按所使用嘅。啊，聽講喺咧同一個屋檐下。對。哦，一出面有露台嘛？有露台，露台蠻強啊。媽媽老。是那爸爸講的哦，就是同母異父的弟弟這樣子。感情好嗎？你們兩個？這個感情蠻好的。以後，當到你們非常嘅好奇，當到家嘅朋友啊，就講，哎呦，你也得會向下出去聊，讓為呢，有想講，有可能講，啲啦年歲又長，然後嘅露台差唔多9歲，嗰個天意講有冇同向爸爸講嘅嘛？佢說有可能大部分嘅人有咁樣嘅情況，應該會冇按好。不過我老幾行係出過去搞料啊，也係講帶佢出去聊。這是媽媽不會偏心做錯嘅啊，他就比如說有乜嘅東西，佢唔會講哦，用啥都有，要本給較多啲嘅樣。還是媽媽比較偏心你？其實我覺得媽媽比較偏心我，因為做馬鳥，因為剛剛講嘛，新的弟弟，咩新的弟弟，露台係爸爸講嘅嘛，跟我係我媽媽講嘅。佢說一下繼父一天傾到嘅愛係本記。個媽媽一聽我知道講，係有平衡。佢說我做媽媽對我較好，我自家知道啦，自家知道係安樣，係冇錯，自家心理建設。我知道應該係安樣，咁有可能啊，因為有乜嘅感受到係媽媽對你較好？因為其實吼，寒暑嘅時間，媽媽唔希望老陪你，或數陪你嘛。佢說嗰樣是私立嘅幼稚園，一定比公立嘅較貴。如果讀唐人講啊，送私立嘅同學，佢就唔管就送嚟去私立嘅幼稚園。哦，那個學費不是很貴嗎？多少啊？這個我還真唔知呢。公立的可能幾千塊吧，私立的應該2萬吧，算業咯，有可能。私立的算業咯，它有月費。各位像補英文啊，佢哋當到你係一般補習班，啊，佢嘅用是係全美語補習班。哇，蒙特梭利呢？唔係係個芝麻街。芝什麼街？不是長頸鹿。我去怎麼沒有看到長頸鹿？對，嗰種像學費啊，和家人會按用。哦，就係他歸個幼稚園，在教育方面，他對你就是很認真、用心這樣子，不吝嗇的。對。嗰個有很有感覺到啦，媽媽就平常時哦，一槍冇媽食東西。冇食東西，唔係講冇食，就講老東西較好嘅，懂無限。因為啊，媽媽係自家開店嘅，開嘅賣炸嘅，賣雞排嘅。哦，鹽酥雞嘅有呀，哇！連鎖的還是唔係自家開嘅，自家開哦，手藝很好誒。我嘅樣時係到頭屋鄉下嘛，嗰時候嘅樣時雞樣時啦，賣炸嘅店冇按到，嗰時候一開始生意當好。哦，獨佔市場就錯咧。嗰後來，哎呦，嘅富圈嘅香港，哎呦，開到按好。一路一度㗎，啊，就不能大幫佢咧。台灣這邊當到跟風啊，對，沒有錯，開後會發哇，全部人都係。嗰時候開店嘅時間都冇時間好食東西。各位，嗱，就是我講乜嘅水果啊，一定全部都買清貨一本生意呢。啊，你們3餐吃雞排嗎？也沒有啊，不過食雞排嘅機會較多
啦，就是有比拍了3年，看抖音不卡住有嘛。对。嗰陣上到講，家羅個人前面有講嘅故事，係講嘛看樣片，講爸爸4年我記得4年後是嘛東西。嘅時間，我咪送我一定印象。我過小嘅時間，佢用是有個營養午餐有嘛。嗰個下豬條當豬嘅時間，大概就會有一項水果，講係菱果啊，一隻香蕉啊，一隻芭樂，我就會帶咗去俾媽媽。一條香蕉唔係一隻嘅，一條，就會帶咗去俾媽媽食。哦，你們帶種，啊有吼，有一啲從家按。裡面吃到人家媽媽某吃東西，係嘛？還是你媽已經老人痴呆了？哎，冇。周神離是給董某涵，要是他還是自己做，沒有連鎖，那什麼都要自己醃呢。你還很有心呢，就會記得說媽媽。按這時節我要用油蒿呢。哎呦，一餐沒聽啦。一餐沒。後來覺得自己不夠吃，還是我自己吃。還是我自己吃好了。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有叛逆過嗎？有接送啊，吼，就家講嗰樣時媽媽不卡踢開雞排店嘛，嗰樣時就會本同學燒。為什麼？因為我知道唔從日下嘅環境，從下就會講，給買雞排來耶，哦，買雞排嘛嘅，那聽久了就會覺得說，懂唔爽快。在語言上的霸凌。語言上就會吃到講。賣雞排的，怎麼了嗎？對不對？對。可是對個勇士4年，就會講，你好像沒有別的名字，你就會賣雞排來。雞唔來啊，有雞腿幕後啊。我以前也是那個福樂陽的女兒。福樂陽。因為我爸店名叫福樂陽的女兒。不是你會覺得好像賣雞排這樣子，有一些很丟臉。這個時節啦，這個時節。嗰種唔提講媽媽辛苦，我記得個勇士佢講叛逆嘛，就話唔係講香草，就會對佢有一啲欠。就會講做媽做按用嘅東西，我就會當見燒啊，本人燒啊，本人講按用，見餃子。可是其實佢咩當辛苦，係啊，就像按用嘅情況。他因為雞排養活你們全家，冇錯。很用一件事情，然後佢按你欠啊，按你對，之後懂唔好。對啊，你長大以後你才發現，哎呦，原來我錯了。對，現在雞排一片要100塊。我跟用講到呀，頭擺哦，佢喊。嘅勇士一隻雞排爭35個元，35個元，你看我幾叫哎，哇，已經。哦，你的叛逆期就這樣哦，就是跟媽媽，我以為做出什麼實際很叛逆。實際還有就是講出來，一種用起來都冇好用嘅。我記得媽媽頭髮卡變瘦啊，有啲嘅事情嘅時間，我可能頭髮卡水毛，然後就說凍潮啊，我咩冇得佢講，我就拿嘅保特瓶就進店門，就想到按摩草來按床啊水毛，就像按用嘅情況會有發生。這個時間啦，對，不懂事。所以你叫他不要吵了。對，就講按草按用板水毛。哦，蠻欠揍的。這就真的有點叛逆，是不是？我就不想講，還要逼我說。這個就是有點那麼就是把最壞的情緒都放在家裡面。出去外面的時候，就馬該做後，馬該做後這樣，年後這樣子回到家裡，有一天沒懂唔好嘅事情，就係對情人，越情嘅人，越認識嘅人，那態度越差。真的哦，也哈冇嘞吧？也哈看冇誒，看冇，因為也哈較情嘅人咩，差唔多會冇槍誒。所以媽媽過身咧，過身咧，喺太學3年成嘅時間，太學3年成嘅時間。乜嘅原因？心血管疾病，那個主動脈剝離。哎呦，各位去醫院開刀嘛，係啊。嗰樣時其實我記得一開始，我記得嗰樣時我讀嘅學校讀書，個讀書就教到天花嘛，就講我去醫院看一下，就其實就講看一下，聽啦，就講冇送快去醫院。各位送落去之後，個醫生就看個情況啊，好，大概就是有點像血管有點破裂這樣子，講我緊急嘅開刀。各位其實沒數，像我咩一天真啊，就講想開，你去開完刀就好誒。冇，其實就送落去就冇再出來嘅。唉，是，係啊，對啊，這個很突然的，對，這個遇到這種無常的事情，這個家屬真的很難接受哈，這個都難接受啊。對啊，你可能給你以前還同講法嘛，同埋講法，還在清醒嘅中控那樣。係啊。所以每一次有人要開刀的時候，醫生一定會簽一個這個死亡那個手術同意書，那個同意書，這樣就是醫院沒有要負任何責任。不是啦，其實嗰樣時我送你去之前哈，所以人家講係相信係講開完刀出來就好誒。但係人家嗰樣時還有一種不知道哪根筋不對，我就講一句話啦，我就講媽媽，我做對老人翕一張相片嘛，向下翕。我講嗰樣是本一起自拍，一起自拍，嗰樣是本嘅身邊嘅所有嘅朋友親戚媽都會洗，就是好像有點在詛咒他。可是我覺得我有點沒堅持，你知道嗎？真緊就係唔好嘅嘛，
就冇再出來嘅。嗰時候還係有一啲啲小小的遺憾，是因為大部分翕相就會很細嘅時間。其實我差唔多加講叛逆期之後啦，由於媽打工啊、讀書啊，其實老媽媽相處嘅時間變少咁多。媽媽幾多歲時間離開太后3年先啊！你講媽媽去講，媽媽40空，我看我想差不多45吧。45歲年，都好長。佢還忙出意料，還忙咗嘛，就會吞掉4年啊。冇錯，一隻禿胎嘅揾一隻。係啊，真好長呢。跟講是太后神，跟媽媽做出來跟用嘅過日嘅。我意思係就有打工啦，他有打工啊，就有夫妻家嘅生活啦、收費啊。所以你讀書嘅時間，你要可能有去打工。有。你記得有分用工嘛？就是終身一打，在對面打工。對，係冇錯。對面的那個飲料店打工。高中1年嘅時間，我就開始打工。哦，那你蠻棒的。佢都優秀啊。對啊。冇辦法咯。一路念到中大研究所老過本少安用。因為你真的有時候都回答。所以就全部就靠去趕努力打拼起來。太部分啦，太部分。個之前嘅支付還有。唔講聯絡也得，也會聯絡嘛？冇啦冇，其實就後面就冇乜嘅輔助也得，我們搬這位啦，因為就媽媽冇出嚟嘛，同嗰邊係咪有些怪怪嘅冇錯，也會。所以你就即刻出來。係啊，太好變也別香啊，一直很獨立。通研究所拖研嘛，就喺學校嘅學生，佢會出一條路就很努力咁樣。哦，那你很厲害呢。他更厲害的是，他一天到晚出國誒，我每次都是以為他一次出國分成10次分享。你是怎樣？每次賺一賺，然後有錢，然後就是出國這樣。係，不過其實我所以啊，咩老媽媽有一些嘅關係。其實你剛剛前面有講到講，媽媽那就冇料到嘛。其實媽媽自有去過小琉球，就離開這個台灣嘅島。其實佢哋冇去諾貝嘅世界看過。故說我知道出國去搞料啦，嗬，讓我去搞搞都好。我覺得是對現在。唯一做啲自己做嘅事情，比如講看世界啊，看佢冇體驗過嘅東西。所以好像就幫媽媽完成心願，幫媽媽去看看世界，冇錯。然後他自己也看看這個世界。是。因為你過得後，給媽媽沒有安心。而且我覺得他真的自己一個人這樣子很獨立，然後過得很樂天，這樣子很棒哎！我覺得你，他很優秀啊。對啊，我都懷疑他是不是台積電的股票，不知道自己賺。對，你沒有講真的，我們的塔卡豬全部用米散油，你可以來懂樂天跟眼神那個種歌唱，故事真的好好。田公英係阿美姐，對啊，有冇喺發想會講一下嗎？就希望媽媽在天堂嘅世界就冇乜嘅痛苦啦，嗬。喺假設有下一生人嘅話，希望再做家嘅來嘅。你都做夾爸吧？係哦，唔講緊要，大家本來一聊木啫咧，不過一講起木就要着在嘢。你都做夾爸？大家覺得哇，我好好才華，講出那麼感人的話，照顧你小情人。你要對啊，下輩子讓你媽媽當你的小孩。對啊，你要好好照顧她。然後你到40幾歲的時候，剛好有心臟剝離，然後不用這樣，這種輪迴不用。哦，夠神吧就好。太地獄了，好地獄。了解，這好棒，好棒。但是反正就為了自己的人生，就自己努力，好好的加油。好，公益嘞，好吧，媽媽會看顧你的。好，加油，好，嗨神人中亞嘅來耶。我也沒做的，我也沒做的。給夫妻，好，謝謝。謝謝。真係米散嘅故事，真的呀，冇講咩唔啲啊，冇講唔啲，你冇講，然後給我，然後我自己講那句話，我也給回去。對，來沙下來，來。沙下來種米真，帶來好聽嘅歌曲。好嚟，彈過啦。離鄉拜阿姐，朋友好會教嘅。就講來去那邊啊，來桃園那邊啊，還是會好啊落去啊，冇人係媽媽爸爸講，趁他嘅上班冇在，包袱會寬定，這位多年6年啦，6年，過長嘅時間裝病音只有得6年，佢當時冇天花嘛，又轉來，唔講嗌爸爸嗌媽媽看到嗌冇媽嗌。吃飯了，吃飯了。
祝寿年啊，不过讲个真啊，以后嘞，哈，好糖的歌声。对，喊你叫我阿妹唱，係咪？係要。係啊。我來分享阿梅姐的故事，喏，幹嘛？冇啦，喊你叫我按獎啦。獎啊，有大潘啊。對，係啊，媽媽啲人心目中係乜嘅印象？我媽媽，我媽媽係。佢係長女嘛，吼，我家婆叫嘅，應該阿喬三個阿姨，台灣人真係長姐如母啊，做嘅事情真多，唔卡事情都佢去做啊，全部嘅照顧下邊嘅八個兄弟姊妹啊，真辛苦。長姐如長母，長子如長父，對，沒有長父啦，就長子如父，你要大爸爸二爸爸，長子如母，長子如父。不過媽媽就係從細就很負責任，你媽媽就從。因為佢還冇讀書啊，頭半年還冇讀書嘛，做農事啊，學農嘛，啊咩家本嗌爸爸咩長媳咁樣，有沒有做事情？做事還係長媳哦，第五卡已經乜嘅事情做？是大戶人家嗎？大戶人家嘛，家都嘅兄弟姊妹同道嘅嗰種家庭嘛。有冇咧？外婆叫三個咧。哦，三個哦。但長媳也是辛苦。我外婆她想愛送梅。哦。對外寮房她冇按好。唔即係知道啦，係啊。意見。哦。咩？頭擺有乜嘅較好食咧，較好嘅東西啊，外婆都會留俾我送梅啊。因為上面有上班，有做事，我媽媽冇讀書哈，都不卡煮飯啊。做家庭主婦就較偏心，比較偏心係偏心。也唔係偏心，也因為講唔家來唔做好好煮飯安尼。我大部分有出現都唔會做事，較辛苦哦。如果本嘅都唔會做事。我大部分長時他有做事呢，他會做事。是的，就你反正你這地步卡咩？
就当伊看电的咩，就较无按真实啊，对嘛？系啊，佢阿宋梅已經可能佢做些嘛，做些要做幾嘢，賺了辛苦，可能有存錢，我帶到買東西送俾家公，可能有錢本來婆啦，對，所以阿婆就會對佢較好啲嘅。對外頭來講是偏心嘛。從細看到睇就感覺哎呦阿婆有按偏心安尼，一唔可以講阿婆講順嘅啊，對安尼。全部都有。他會罵我掉啦，比較會。真的哦，真的。根本懂見阿婆嘛，我係唔懂。我呀，我懂叛逆，有叛逆過嘛？叛逆啊，阿婆他唔敢啦，媽媽他敢。對媽媽已經按菜糕嘅，辛苦咧。咩按本阿婆按摩真實嘅，很對佢按叛逆。阿婆就是又比較那個怎樣？更長輩啊，更長輩，地位比較崇高一點啊，重複卡一年啊，有。所以你跟你媽媽是怎麼樣叛逆？有一擺妹妹講對我擺，有一擺我係離家出走。離家出走，你多些時間？那好像國中畢業吧。哎呦，安排我的小太妹，因為那個時候，你都嘛也離家出走。喺當時哈，我比較應該講很硬學。硬學。我媽媽講嘛，梗係是條條嘅 enjoy 啊，係 enjoy。頂嘴，一般因為對讀書就比較荒廢嘛，哈，搞到啲朋友好會搞嘅，就講來去那邊啊，來桃園那邊啊，還是會好啊來去啊，我就喜歡看個花花世界嘛，哈，就停去嘛，停去就是冇人嚟媽媽爸爸講，趁他嘅上班冇在，包袱寬定走嘅。你到聽得人走睇人樣，走幾多年？走6年。6年啦！6年。國中嘅時間咧。國中畢業走睇6年。喺騰西啦，喺騰西嘛。西摩爾啦，去桃園就就去前西做嚟，係冇做條路嚟。是冇一種，因為外部卡帶唔起來人啲啊，我喜歡爬。有冇人講？爬走啦，但是問題，你知國中生呀，爸爸媽媽你風險本來走2年啊。係啊，當然冇風險啊，錢冇嘛。要轉嚇，要轉來。佢當時冇天花嘛，要轉來。唔講我爸爸我媽媽看到我冇罵我，冇，吃飯咯。好吃飯咯，哎呦，就像冇事情那樣，係嘛？哦，有點那種就刀子嘴豆腐心，有冇嗰種咩啊？哇，真係如何？隔6年張轉哦，哇！哎呀，2年見冇錯冇錢。應該有錢，那有可能冇錢，錢冇吧？他可能抵挨去桃園做些，去桃園嘅片，哦，所以係啦。因為你一個人應該那會在同後也是離家出走，係嗎？可能是。秋電嚟啊！對，我講這個。以前係冇去，因為我是條條去嘛，我比較還冇不聽話。這種東西還可以結伴同行啊！哎，我們一起離家出走。我老到戀愛腦騰誰來走呢？冇呢，談朋友哦。哎呦，但是你那邊離家出走，難以做些。做些，當朋友是當童工。啊，吃到賞識底波一度，可能覺得好像還不錯。你是從哪裡跑到哪裡？笨蛋呆那邊。笨蛋呆。新埔三當紅係嘛？沒有，不是像新埔算鄉下。郊區吧。郊區啊，去到哪？桃園市啊，女啦，哦，佢哋工作機會較多啦。應該係。我記得我有一擺幫我爸爸打青天。做乜打？喺離家出走之前呀，之後？之前。哦。幫我爸打。因為我姐姐誒老家朋友去看天陽，頭擺他冇講看天陽啊，很難得，有嘛？係啊，好難得啦。我是啱啱去停去嘛，嚇，因為我姐講做唔得，我老朋友去做唔得去，嚇。我爸爸講咪講做唔得去，嚇。你唔本來去，我偏偏愛去，嚇。我是愛去，
硬回去，很硬回去。哦，这运动硬好哦。打挨哦，打轻忝。嘿，其实打挨淹嘛，挨唔惊。哎呦，很叛逆耶，很叛，轻硬化。唔惊打。而且讲还是这条条。抢挨路唔会强用。是啊。啊，帮我打轻忝哦，轻忝帮挨妈妈是救挨。哦，是看个电影，做嘛爸爸唔系呢？伊可能吃到先讲哎，这迄老家朋友一块，朋友可能你吵嘛，家己有朋友啊。系啦，我想讲啊，这就讲天样啊，唔是去看啊，有啊，我没有去看，用白眼啊，这做的爱做唔得。他这样可能是有一点任性的状态，你要把他就吃到便宜嘛，用板讲都冇谈。这给爸比打过个人就记恨。一直记仇，结果妈妈还一揪你，俺妈妈揪我啊，连俺妈妈都不爱爸爸打。哦，特别动作呢，系啊，可能爸爸跟你可能心情模糊啊，样，哎，又刚好那个 moment 就突然的事情。不过大有他乖哦。有啊，有他乖的啊，有啊。没打以后就离家出走了，比较会听话了。哦，没有，他打完以后他就开始在计划，什么时候要离家出走，总算让他逮到时间机会。用不按硬学啊，个性就比较那个。他敢有硬强的精神，硬强很不做的，硬强就硬强啊，可以轻一下。哦，啊，后来又转来同福卡联络。啊就转去神发了，啊就同阿爸阿妹向他一次神发都去加出去，对啊，给每家妹家有转，每家有，青圈啊，青圈我带到博山嘛，你啊加到博山嘛，到信部东圈啊，冇语言呐，冇语言。我就说在家转去同两副嘅重复卡嘅录音家看一下，啊妈妈聊下很吹嘛，冇吹咧，冇吹咧。我记得我妈妈，本家嘛哈，生病带医院，有来有去看佢，因为我他做家嘛，所以冇法度讲去医院。老会经照顾嘛，有时有限是会去，有限是会，因为记到医院进出出太频繁了，对啊。哦，妈妈身体都模糊，是吧？癌症会一拖再拖嘛，嘿，所以我有时去，有时冇去，有一摆我转来了哦，转来冇急救哈，我卡大天爸爸，赶快转来哦哈！妈妈快要不行了啦，你知道吗？不行了，我是他讲哈，我这样转了哎，怎么就会这样哈？这么快，这么突然？对，然后当下我妈妈有老我这个就讲话嘛，讲嘛该我唔掂，我转来的嘛，我疼到啊，边哭边用冲的。边转医，检查了边转医啊，对啊，cái新婦老婆仔咩冇講去醫院嘛，係啊，一條叫一條邊轉醫，邊轉跳慢呢，冇看到我媽媽，我媽媽已經在地上躺着了，所以已經往生醫離開咧，所以還就最後一句話冇去講到就出來，係啊，就遺憾。啊，這個是最大的遺憾。唔過咩迄講韓後的個就會帶一種群啊，家有就常常有走動的話，我知道平常嘅日的，對，啊，給親密嘅日的時間，有好同佢。像我媽媽，人生後階段你都還有陪着他。像我媽媽去醫院看病嘛，去長江啊，有時我會載佢去啊，我帶人去啊，個也係咪話想對媽媽講？加油！我想哈，頭擺我和忙家哈。唔止講做媽媽嘅苦心老用心哈，連下我家咧做阿婆做媽媽，我將了解個啊媽媽的用心嘛哈，對啊，我當時哈太忤逆爸爸媽媽哈，親不好，養兒方知父母恩啊，對哈，親不好，所以連下我會顧好我嘅家庭，教養我嘅子女。有時我兒子也是啊，有時講他也會，
这不是我的以前的样子吗？也会，对啊，了解妈妈生气的点在哪里了？好像那个叫什么报复那个什么？我说这个人脾气点现世报，现世报，传统骂啥？对啊 ，déjà vu 既视感。好啦，谢谢你今天的分享，还有安子些哈，大鹏安的母亲节终于发长多两个故事啊哈。妈妈希望就像听讲的，嘿，好好维持两个家庭，对，幸福的生活。这个身体没顾好了，好，安子些，多谢，谢谢你，谢谢，好嘞，好，郑一碧当初，安子些，好当然今日係安尼聊媽媽嘅故事啦，媽媽嘅故事，係啊，當然好彩像讓媽媽已經。之前媽媽兩個媽媽，之前媽媽已經離開嘛，但係媽媽還算健康嘛，還會做的。對，那我也很欣慰的，就是我媽媽雖然86歲啊，身體算當健康，也講真咧，自家真嘅幸福，福氣啦，也今日多謝4位朋友分享廿個故事，人生故事同媽媽有關係，係阿婆。像媽媽強用嘅阿婆。對，好，大家這個顧過來哦，好唔好？好，安子姐，謝謝你們，好。安子姐。下週還能強用係母親節的特別計劃哈。冇錯。來賓嘅萬人呢，大家拭目以待。好啦，下一段精彩節目來看一下，來。有你跳卡卡，還有夢馬蜂，討厭就還輸贏。我覺得這張海報，這是海報，對不對？對。因為我剛剛有點搞不清楚，它後面有歌詞。沒錯，阿超要不要講一下？對，它這個很特別，而且我剛剛有點搞不清楚它的四面八方是怎麼放。這個不是那個餐巾紙嗎？不是，就是這個不是那個開機畫面嗎？開機畫面可以換這個了吧？老爺音樂會，今日來到夜團啊，夜組嘅貼片裏邊，真係非常嘅貼片啊，非常嘅優秀啊，尤其係個主唱嗬，喺安尼節目當中嘅驕傲，對，出戲嘅冠軍歌手唱嘛，唔過佢每一首都真優秀哦，喺客家嘅金曲天團，同埋強用，佢每帶落佢哋聽呢種嘅客語嘅創作專輯，同大家嚟分享。對，安尼先彈幾好嘅唱歌。等下當你撩下嚟啦，嗬！歡迎金曲樂團全面樂吹。行走，電影從行一下走，一下金色風光，上到上是樹，抱負上是跳，似乎沒在思量，一匹野馬心途動。佛的跳的香菜，有你跳卡卡，還有夢馬蜂，討厭就還輸贏，愛跳跳的講，你青菜的糖，鹹魚的高跳風。流 Q 瓊斯。
哎呦，哎，你走流行音乐就冇汹涌呢。这个结束的无声无息啊。对啊，这个，因为他们在一个呼吸的顿点就结束了。对，这个太棒了，这个在如果现场哈，就是一个舞台上面这个表演，你在台下那些欣赏，你就会觉得哇，好舒服，这好悦耳这样。感谢太极真的，我觉得你们这个团体真的是非常的特殊，而且还可以维系这么久，还没团灭，算是还没团灭，辛苦了，他们走出自己的路啊，辛苦了，去家的路啊，对啊，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团体。因为记得每一啥都还有创作能力，就每一个人都有创作能力，尤其是这张专辑里面。对，等我一下啊，好。对你忘了拿麦克风，对不对？我忽略了这个超哥的。超哥也可以像就是高刚刚自己走出去拿，他们好自在哦，这个主要人物一定要给他一个麦克风。哎，吹中，压球，这个灵魂人物。大家好，罗哥好，大姐好，大家怎么突然这么客套？一年不见，好像就都肿起来了。他是健身，就去健身，他是健身，你去健身。他是电壮，罗哥你也是壮的啊，肌肉长大。对啊，是吗？嘿啊，这个叫什么？脆胚吧也长大。那就是回春啊，蛋白质变。蛋白质变。对啊，回春啊。我们光专辑还没介绍就讲一堆。对。先联络一下近况。对，这个难得这个油腔都要。新嘅专辑听一种全行业嘅冲撞。係咪按優秀嘅團體，然後就好好介紹下嚟。對啊。就兩種專輯咪就從一開始係第係第2020年嘅。第一種專輯，2020年用啊，第一張專輯，第一種專輯，都帶，就從嘅上時就有想講，第八個鐵山列蘇歌嘅係一種濃厚嘅能量，就裡面有一首爬山的歌，對，所以就把爬山的那個感覺一直，就團員就從團員用熒幕皮帶來去見來見到嘅泰山。我可以從那邊去扣到你們現在這張專輯的題目。就是因為爬山你會碰到很多不同的這個問題嘛，對啊，就好像你突破很多的這個險阻、艱難這樣子，慢慢這樣子爬上去。人生有很多困難，對，就從鐵山的。每一個人活着都不容易，就跟爬山一樣。對啊，你要爬到一個很高的山。就像我爬枕頭山，我就覺得很不容易啊。會嗎？對，就睡不着啊。就唔管講山係，行下高行係講就從家下嘅高嘅253公尺，就253公尺是關於金門太武山。雖然什麼功在什麼舉？無望在舉。就那個太武山嘛。雖然講冇，我們學霸翻白眼。對不起。唔會，雖然講冇一個，唔過咪有是有數克、9克嘅部分，就從另外一面來去欣賞佢嘅老之前，因為呢首歌其實係嗌 T300去金門了，係啊，就知道以前就係行。一般嘅鋪頭上去，就會看到家下講嘅無望在舉，唔過從另外一面上嘅時節就睇到手腳並用嘅時節，係講冇聲你真經嘅望到就在飛啊。雖然講係較大嘅，唔過強用係有它的困難在。你就就是它背面是沒有，背面是沒有。步道的，對，古上愛歌詞底部就下某鋪頭咩某舊樣，就因為那個沙條就動台動硬，就不會有一般哪個舊樣安尼。舊樣係乜嘅？舊樣腳足跡，冇錯。但是這個太武山應該對你來講是小 case 吧？對啊，其實冇呢，因為這樣時迄個時節冇想到會變成安尼，古上愛做個海就一般個海，
就爸爸安尼。没有特别准备个。冇准备好。工作2种专辑应该会算轻度你才开散的时间发出的灵感，对不对？而且跟他们全面我吃到统计嘅送一种专辑有青苔冇共用诶，就是在这里面，我觉得他们的乐手每一个人的有不一样的尝试在里面，是跟制作人有关系吗？对，跟制作人的分配也有关系吗？是哪一位大制作人？我们是请了萧鹤硕小硕老师来帮我们制作，然后他就有贴合着我们4个人的个性，然后尽量的让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些音乐的灵感都可以加进去。对，刚刚我们在私底下在听你们唱第一首歌，有啦，对啊。那个我觉得吉娜跟我讲，她说你看，他们4个人哈，就是歌手跟每一个乐队老师、乐手老师都在对话。对啊。真的吃了2种专辑 TPA 的感觉冇同用，特别感觉不一样啊，因为也有不同的，像高傲这次有做编曲嘛。对不对？有编曲的部分。佢还有下勾哎。佢还有下勾哎。因为记得有送一种专辑，我不确定是不是应该是叶超编的部分比较多。鼓手给2种专辑底部，他们有很多共同的，就是不同的乐手的发展，他们的想法跟出发点的想象就不一样。我所谓熊冇空用。亚洲的新的东西，亚洲的冇空用的那种音乐的风格。不同的音乐风格，没错，这真的是听起来真的好舒服，真的哦。你们什么时候要去那种国家剧院啊，还是什么？2014年嘅世界有举办那个后现代登高指南，就参加2厅院办的国际艺术节，国际艺术节，激发台湾国际艺术节。哇，能够进入2厅院，那个真的是多大的殊荣啊！很优秀啦，真的。对，很棒，对啊。对，那这个专辑已经介绍完了吗？我们还有很多帮我们一起录这张专辑的一些乐手老师，幕后工程，对，想要趁机会，杨妞你来介绍。我刚刚有问我这个问题，他就问说，就他们4个人做吗？我说没有，他们有外聘，我们有外聘的乐手老师这样子，像是罗妍婷老师钢琴手，然后张佑兴傻韵。打击乐，对，然后路比费陀，然后电音的部分，李东熙，对，然后就是这些老师让我们的音乐更加成。录音室底部度唐艺尔感够就是更丰富度会更多。对，因为他们一般实际演出的时候都是他们4人编制，不过就是冯养台吉卡伊给的唐吉的转席就会有不一样的乐手，就是主权。对，就是风景，听到演出的时候会放那个 program 吗？没有啊，就是你们4个人的。我们会有现场演出版本，把那些没有的乐器再编成另外一个状态。是啊，对。但是专辑当然就会有很多种声音，比较丰富啦。对啊，对，如果像我出去表演，因为我比如说我录音的东西是这样子，然后我出去的时候表演，然后编制变少了，我就会很紧张的。你不就唱卡拉吗？对啊，因为你那么贵，还请乐手。如果真的有乐手的时候，那我会把我的 program 再给老师，你把我加进去这样。没做的啦，用黑讲表演的人啊，用他心哦，人家发就是会做的啦。他们是因为真的是默契很好，而且我觉得这张海报，这是海报对不对？对，因为我刚刚有点搞不清楚，它后面还有歌词。没错，阿乔要不要讲一下？对，它这个很特别，而且我刚刚有点搞不清楚它的4面八方是怎么放。这个不是那个餐巾纸吗？不是，就是这个不是那个开机画面吗？开机画面可以换这个了吧？二本阿哥讲，因为礼拜转是给面行忙讲吼，嘿，哈菲松希，我刚刚有帮你 Q 了一下，哈菲松希。哈菲上去，就是下次上去。你爬过太武山了，你下次还想再去，这样是这个意思没有？你也可以这么解读。对，也可以说就是下上还有回跟去，好像有的时候心境不一样的时候，你对这4个字的想法还有你的向往不太一样。比方你在山上就哇好冷哦，我想回家，你想回去，可是有的时候在家里想说。我觉得好烦，我想丢下一切，我想去山上，所以那个下回上去这4个字顺序可以换，然后如果乱掉了，好像看它对，然后也有点无入不自得，但是把自己跟这个大自然放在一起，就不会觉得说好像
没有一个归属的感觉，所以这个是这4个字的意思，这样。而且这海报的颜色也好美，就是自由自在的意思啊。哎，我想上我就上，我想下就下。意之所至啊，可能是这种感觉吧。那种感觉，个沙基斯李佩慈，其中第一种福利莫小喵的 EP 都俩下，就一直老人家有天数，发出青葱，青葱，然后有个感受，自由自在的画面。那佩慈他也是在去年有 Nivy 格莱美奖的一虎的专辑也是他设计，他有亲自到格莱美现场去哦。哇，真的还有，哇，这台湾之光就第2片，好羡慕哦。突然人家有个客家的创作，PLA 行老安尼。对，我想这种这么特殊的音乐，在国外来讲，会让很多音乐人觉得很惊艳。其实黑啊，其实黑这种组合其实是少的。是。那你台湾没啦，跟外国人就应该也不多这样子的组合形态。用单簧管跟乐器老汉语。就 N 啊，就没有了，就 N 也掉啦，N 也掉啦，对。刚才有讲过叫好爬山的嘛，没好爬嘛，你好爬嘛。你们都会去爬山哦？呀。You 爬 mountain。Yes or no? I'm monkey. Monkey on my back. 你们呢？你们比较少。我算是周末都会去爬一些步道。我也是枕头山而已。真的哦。枕头山很幸福。刚刚感觉好像都会去运动的样子。对啊。因为它的标配好像是吊嘎。吊嘎。对，因为现在天气冷。你会不会爬上去，然后带着你那一只，然后上去那边吹？很帅耶！负重练习太重了吧？你比如说爬到金面山，然后有没有站在那个？上山要背吃的吧？背什么？这是负重练习，这个而且这一支多少钱啊？你万一不小心摔下山，对不对？这是重点。要先保险。没错，但是阿乔好像爬过蛮多百岳了，对不对？对，哎呦，爬过几个了？几个百岳？你现在爬几岳了？东都呢，谢山啊。玉山也一定要的啊，谢山哦，然后玉山也爬过了哦，当然，玉山去2摆啊，哇，嘿啊，你会那个500元会不会给大坝尖山？大坝尖山，阿廖有山当后，你有看到吗？特别的景色吗？因为山里面其实就看到云海吧。系啊，看到雪，当然有看到落雪的时节啊，就鼓手就伫转西底部就有下一首歌的温度。落雪没懂危险。对啊，你爬有一些滑。有没有碰到红衣小女孩？冇呢。冇呀。行忙有按 TP 给给分。他有一给分，有的时候在跟罗哥分享。对。我上去碰到外星人。他第3张专辑可能就是不同的故事了。哇，那就厉害了。对。系啊，就刚刚讲到的有雪的山，两首歌的底部就有刚刚杨妞老他就给他分享讲，罗妍婷帮我们在里面做的很要怎么形容呢？很神秘的前奏序曲的感觉，对，很推荐大家听这首歌。他只要一堂专辑就抽嘞，对，里面会有各个名家的想象。是。今天除了刚刚这条歌的以外，有没有想要带着某空样的一条歌的诠释？有吗？想要老你，同来听他唱下。哎呦，2位金曲歌后，从哪给我做 demo？ 从哪歌？谁没人讲吗？希望讲给之前比赛时间有唱过个事情啊，嘿哦，对啊，头班事情是不想承认，是不是？是一个污点吗？没有，你那时候唱《谁没人讲》，我觉得好惊艳哦，他可以把《谁没人讲》唱出，应该有冲出给9年以前的事情，真的哈，应该有9年，往事莫再提，对，往事不堪回首，对，哦，周的人爱永hen呐，哎呦，我的荣幸，我唱马歌。唐雷去敌了，真的吗？嘿啊，你想我唐麦歌？咖喱巴
蕾，咖喱芭蕾。他唱的话，咖喱芭蕾，他的声音。咖喱芭蕾，咖喱芭蕾。真的吗？有 remix 吗？可不可以把它唱成有点法语的感觉？法语哦。法语，你叫我吗？他有啊，他有那种感觉。芭蕾，芭蕾，好了，算了。董奶奶芭蕾不行，他就是台湾歌。台湾下讲都在激量的上个创乜嘅歌，金曲歌后呢，唱下唱牙歌嘅。我唱乜嘅呢？就弹看下的。弹看啦。好听哦！我真不知道是高高长得帅，还是他真的吹得好，我都会搞不清楚。无意中等着你，永远不敢来相认，往事茫茫渺渺的像流水，难忘过去的情谊，脚步线愈踏愈近，不敢回头叫你的名字。酸凉风吹过来，痴情苦恋的无奈，辜负一场有情义的花蕊，无讲一声就离开，想来全然无滋味，我无答道理这款的对待，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看无地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酸凉风吹过来，痴情苦恋的无奈，辜负一场有情义的花蕊，无讲一声就离开，想来全然无滋味，我无答着你这款的对待。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看无地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看无在身边，窗外小雨也替你哭几暝。情茫茫茫到深更，醒来一切是过去，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想看卖，爱我有啥意义？容我退下，罗律要退下了，我罗律要到旁边来了。
这个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个 lost phone， 麦克风。哎，对，嘿，你真的 lost phone 了哈。真的都会忘东忘西的，真的。啊，太陶醉了，被我失控。没想到这首歌可以有这么大的升华。你们刚一唱的时候，我真的起鸡皮疙瘩，你知道吗？真的哦，因为里面好冷。我也觉得好冷，我就想说，你大概是个原因吧？没有，唐爱有关系吗？我觉得是不同的一个诠释方式，真的好棒。他们好用心哦。我听到那个我不知道导播有没有 take 到，我听到下巴快掉下来了。真的哦。我是整首是这样，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舒服感，然后又有俏皮感，是，然后又有那种喜悦感，不一样，它有好几个层次，某空央嘞，对啊。对啊，是谁起心动念要改这首歌？为什么？还要麻烦我？这首怎么不自己唱一唱就好？这首就是我这次负责改编这首了。哦，你为什么？因为这个歌里面负责你看那个歌词是讲，就是有一天遇到，对，一个心爱的人。对，可是可能是你以前是有对他负心吗？对不对？啊，有，对，就是这个望文生义的意思。词曲作者了，词曲作者他所以不是我，他只是唱出他的我只是唱歌的人，我不是词曲创作者，所以就投入到那个情境里面。如果我是那个男生，有一天碰到这个状态，对，你会有什么反应？所以第一个和弦下去就觉得很。酸惆怅，对，而且他们本来很过分哎，他们连个扣都没有给我，他前面那个还是因为我今天抓不到，怕我抓不到 key 防呆有没有给我一个扣？那时候我问阿乔的时候，他就说没有，我们就是直接开始。我想说这直接开始，真的吗？是掐软。他们音乐人都可以直接达到，动力会一定要没 K 懂后啦，他们默契很好。一个扣给我。天还不一定抓得到，有没有？所以把它弄成淡淡的哀伤。淡淡的哀伤。因为你碰到了，可是你也不能怎么样啊。是。对啊，就也结婚生子了，对啊。那中间还要改一段 boss 啊，这样子。你是现实当中生活有曾经有这样的故事是不是？没有，我就投入嘛，投入，差点掉到陷阱里。也差点被套出来。还好及时，不要害我。对啊，只是想说你怎么会这么老派，会想要改编这首歌？两条歌会懂后堂呢。对，其实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我就说，其实这种算是经典歌曲，它的好旋律好，是词又好，所以那时候其实说真的，谁来唱都会好听，谁来唱都会卖，没有吧？应该是你唱。不一定哦，我觉得罗哥的声音的质地，罗哥应该是希望我讲这一句，希望我们 Q 这一句。没有，希望 Q 这一句，没有就是你。对，没有。你看后来黄以玲她也有翻唱过，也不错啊。你看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是男生版本，那女生可能也想要。女生比较没有那种负心汉的感觉。很难讲哦，现在不，我觉得诠释的很好。对，我个人真的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这真的旋律，它就是好的旋律，对，很经典，好的经典，跨时代。对啊，应该可以流传很久了。应该吧？对啊，那应该会。就像那个郑经理一样。我跟你讲啊，快嫁哦，300年以后还还有人在唱啦。真的哈。对，我觉得这个两位这个金曲歌，然后再搭配这么优秀的老师们和，把刚刚那一首歌真的是升华到这顶天了，极点了。罗哥下次开演唱会找他们去啊。是不是？哎呦，拜托！然后这一段这样子，然后很荣幸吗？哇！对啊，分养。对啊，那我的观众可能都比较上年纪的，会不会这一段，然后这种呈现，然后他们都这种呈现也不会啊，不会啊，不会啊。我作为观众，他们用这种呈现，然后配上罗哥就是一样的唱腔，就蛮特别的。对啊，也蛮动人的嘛。那就呈现不出来，就是唱这样还是要改。就像你们刚刚两位那个诠释，就不一样啊。对啊，你如果这种编制，然后我还不一定等，那就不好听了嘛。不会，很赞。你看我们如果中间有一段不插电这样，然后罗哥跟我们想起来就不错。
现在在找工作机会啊。罗哥很怕音乐太空，他没有安全感，会补满。对，但要看他们2位单簧管就很厉害。以前可以啊，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气足，你还 hold 得住。现在是气不足哦，你没有一些对记忆又不好，然后你没有其他的那种大型音乐那种就龟旁那样子，包覆着你会。好淡哦！罗哥，俺老你讲，佢用啥咩做的，用到黏黏嘅，没都黏黏的。你让他们2个试试，对，说不定你就会改变心意。你说在罗哥耳朵旁边？没有啦，是不用这么近。对，在现在的位置就可以了。还是杨妞想要过去？对。他等我一下。我帮你。你们2位要试试看来合奏一下嘛？来，怎么样？黏黏嘅。对，让罗哥听到很满的感觉，展现一下。我先吹一个，就是我们专辑里面竖笛很快速音群。好，来。有，可以吗？可以哦。对，他好像觉得不够嘛。高高要来一段吗？你还好。你要进，我挡住你了，是不是？来，因为那要对那边吗？对这边。他对那边就好了。他的那个好，请我们学霸。他们都学霸，我要看。好听哦！我真不知道是高高长得帅，还是他真的吹得好，我都会搞不清楚。2样兼备。兼备。对，兼备。视觉跟听觉都舒服。是。双重享受。真的双重享受。难怪会去到那个马祖表演语言文化生活节是吗？是啊，你们不止去金门，还去马祖啊？金门是他，你们是现在绕军女团的，对不起，绕军团体的感觉，就是家属啊，家属，对，来，对，刚好2025年，然后我们受邀去国家语言节，然后去那边演出，对，然后我那个缘分蛮特别，是因为阿超当时也在马祖当兵，当时15年前，曾经15年，15年前，确定15年，2025确定15年，因为我还在当兵，逃兵被抓回。当年勇都这样。哇，当年在那边15年前还抽到金马奖，那也算不错。东引啊，是不是最远的一个岛啊？最北边，国之北疆，台湾的整个领土最北边就是东引。好像只有驻军的人住那的样子。居民也有啦，现在好像只有1000人左右。哇，还有1000人啊！对，还不错啊。跟马祖缘分，金马的缘分很深哎。至少还有人可以讲话，1000人对。我那天碰到一个素人也是，他是从柬埔寨嫁来台湾然后他以为要嫁来台湾，结果不是，他嫁到那个澎湖，望安下面还有个七美嘛，七美是最南部，它是七美跟望安中间有一个什么东屿岛，只有10户人家的，10户，他每天坐在那边看海。我不是要嫁来台湾吗？怎么这里是台湾呢？好可怜哦。对啊，但是也有就是人少有人少的。对，我们也是去那边，然后感受就是大海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很特别，因为我那时候有在马祖驻村过，就是驻村艺术家驻村艺术家在那边1个月而已还好，可是每天都是骑摩托车，马祖的地形非常的特别，就是我第一天，然后就叫我要夜间骑车。然后他们有一条那个战备跑道，战备跑道是不能有路灯的。然后他们就叫我骑那一段啊，可是我觉得真的车子有灯，车子有灯吧？车子有灯，可是我觉得很特别，是你就是看着月光，哎呦，就只有月光这件事，你会觉得好迷人哦。然后很多东西你好像可以用音乐去做一些创作，你就觉得好像月亮会跟着你走。对，讲说在哪？你怎么在那边？会那个方向感迷失吗？空间感也会迷失，差不多。真的。对，因为那个地形实在是太特别了。去马祖有没有坐那个军方的那个快艇？没有，应该是随便人可以坐吗？现在已经没有了啦。我去绕军过啊。以前那时候，因为以前那边是罗哥那时代是不能
一般人不能进去。哦，罗哥那时代也是那个上世纪末应该是反共救国军的时候，快40年前。对，那时候就是绕军嘛，3台10旗，然后每一年都会有找一些艺人朋友去绕军，金门、马祖，还有对啊，马祖我们就从比如说下到那个南竿、北竿岛的，飞机下了以后，然后就要到南竿去，到南竿就要坐军用小艇，惊死，那个快艇就跑。很可怕，对，那个浪真的浪很大，是浪的关系还是船的关系？都浪也大，它那个船就是快艇，就是小船嘛，好恐怖哦。但是到最后要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那他们就所有那个阿兵哥，然后好热情哦，下次再来哦。你们什么时候还要来那种感觉？看不到外面的人，总算有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来，不是啦，认识的明星啦。哇，那这个刚刚要带来这个茫茫告情，这个表演茫茫告情机，然后这个真的是不是听不够？绝对不够，绝对不够，对啊，那观众朋友们冇啦。哈菲上去底部度有青头条沟诶，他是给他多支持。哎，我刚刚你们听得懂哦？他点头哎。有啊，听得懂的。唐克斯嘞。对啊，还有没有想要带来哪一首歌？对，专辑底部出题有爱唱嘅歌，阿妹有阿哥写嘅歌诶。2首歌诶，想要老太就甲分享诶，就係阿哥 TP 写本愛嘅。寫本呢哦。哎呀。哦，2首歌寫本呢。我好有心哦，我怎么那么有心？其實係愛自己講嘅。啊，你拖都抄起來啊？這首歌是寫給阿喬的。現在是獻給大家，獻給大家。對，沒有，但是就是也是鼓勵阿喬，因為畢竟他是我的夥伴。然後這首歌呢，它叫做浮，就是漂浮的那個浮。那這個浮的感覺，其實真的是想要把大家撐起來，好像我們掉到水裡就很擔心自己會沉下去。可是你把眼睛閉起來，把身體放鬆，其實會浮上來。那我覺得。在就是很多人啊，生活很辛苦啊，或者是工作壓力很大。這首歌希望給大家一點往上升的力量，放輕鬆的力量。對，哎，其實整張專輯聽起來都很正面哈。對啊，有他們自己這一段的人生歷程吧。是啊，我想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人生歷程。對啊，都希望真的就是能夠放鬆心情。對，哎，把握當下，就好好的過日子。就有什麼機會，有什麼就好好的把握。對，哎，真的就把握當下來聽。這每個人都浮浮沉沉嘛，一定的，沒有哪。羅哥有沉嗎？哈？羅哥不是浮。哪有每天在過年的啦？我還有更浮這樣跳上來。對，運氣好了，我覺得這個希望每一個人，大家都真的就在今年一樣，都是一直浮上去，哎，大家都能夠平安健康這樣子。好啊，那再帶來這一首。來跳，浮。好，來，彈關啦，好。Did I hurt your heart and make you feel annoyed? What's the point of try? What's the point of betrayed? The only thing I'm sure of, the soul was treated like teen tiger. Don't take off. Oh, last midnight, I couldn't even cry. How to embrace the moment of time. Don't wanna say goodbye. I don't want to say bye-bye. No, bye-bye. 在飞扬
步偏，像无分无假。Can't find you anymore. Where did you go? Have to say goodbye, love to say bye bye. Yeah, yeah, yeah. 喊一拜，空一空转，窗台水果台，松松落叶，归山从暗自在，梦有了，再来了 ，kiss my， 同一首 Well， 碎碎的思念，孤守晚安，啦啦啦，将来，啦啦啦，走的，啦啦啦，天高跳If it scares you, it might be a good thing to try.